南汇还有一类建设，新竹县政府今年用竹东风情修正计划，本年成立内政部的军分上乡发展推动方案，未来4年得到12亿的经费，而作为包括有中兴水路水岸生活魅力空间营造、通满文创产业人气提升等9项内容，而竹东镇改头换面，有按多钱来建设地方当然改好。唔过，家家用啊睇景观营造业的工厂，因为乡亲都睇小讲会做特表面膜，更怕无天错克服得到地方方嘅需求。打造就有熟婆帮妹，带人去家录下尾上户，来到正康四三行四三户。50年，52年。啊，因為我當日都來一個四十戶呢。該我下世唔慣就來啦，世慣了呀。有一次竹東大停水，就到外面去巡水，就看到這邊有人洗衣服，就過來洗啊，洗了20幾年了。中興河一條河壩流過竹東鎮中心，頭擺公務人牽出來水嘅時代。千多戶人家為睇亞只嘅四三戶，一直到亞下幾搭細細嘅四三行，還係看得到該度該租家該超市嘅戶人家來亞只嘅，係該珍貴嘅客家生活文化體驗。433嘅學校老人家以前咧全部冇自嚟學家，全部都河壩水去四三戶開嚟嚟去，所以一種嘅元素具有嘅歷史文化價值，全部來裝起。竹東鎮是喺台灣早期生態鎮之一，係林業、大炭礦、蜂膜奶、玻璃產業嘅活產設施中心。等等產業轉移屯門落，無從東北岸風勢，唔過沙限係遊客種嘅純朴屯鬧熱。便宜賣啊！腳腳啊，花菜瓜、苦瓜、高麗菜嚟。竹東市場係北台灣具有代表性嘅其中一類做市場，如果當年後來亞只嘅是好了嘅，也很賣嘅很賣，具有菜天熱情味。你是很多的竹東嘅種糧市場哈，你看看老人家苦等都該哈，買鹹菜乾啊、菜脯乾啊，韓國幾次個種嘅菜，而家滿臉嘅皺紋啊，嗰度咧全部自然嘅文化都喺地方，啊，客家人嘅傳承。很多都老年的哈，人通身體都係種菜，係菜拿出嚟賣，然後人客接觸，隔壁鄰舍苦人都該哋多物家都講得多，呢個客家文化、客家嘅神明都喺地方。今次倒數嘅過後，竹東林場嘅輝煌歷史就按呢結束嘅。中正路巷嘅日本式宿舍，係日本數嘅林富區嘅員工宿舍，見證呢竹東林業重振嘅繁華。大理一片已經通往行業好多了所以希望通往走的，不但是說他這一代走來打，下一代生生世世都希望走來打到了，也希望說大家都有這個想法，這邊都可以保留下來，因為他通往日本西台到了留下來很珍惜、很珍貴啦。竹東鎮係台三線項嘅一類部，新竹縣看準發展潛力，提出包含中興河套水岸生活魅力空間營造，林務局宿舍群修復再利用，通滿文創產業人氣提升，也9項計劃參與嘅竹東風情修正計劃，本內政府先做軍分上鄉發展推動方案嘅其中一類。未來4年會42億經費，本竹東鎮有全新的面貌，帶動地方發展，向韓國多人來壓黑。未來4年時間，總共投資12億啦，12億2千萬。因經費我縣政府配合到差唔多18%左右。因為政工所有負擔一檔，我新竹縣政府這個大部分係中央82%嘅左右。所以按樣嘅時，喺呢邊竹東後3年會轉來，可以培養到。據我估計可以講提高嘅工作嘅機會475個機會，同時可以入邊在地的入住的可以525個。觀光產業方面可以增加觀光客什麼1年差不多30萬人次。禮拜風城小鎮呢，規劃為到竹東所有嘅，你睇到射景點又好，規劃美化、規劃畫出來。
室外地讲较好，因你本身台湾人也好，竹东人因这个带领了袂样，不管厝家环境也好，带来因你竹东的观光，然后推展因你所有的美食，然后农特产。地方市乡镇有按太条的经费落来，当然唔系坏事。不过一般客家的经费都用喺景观建造的工程项，安尼咁短暂，上乡首长就会变色，想会到后生人归顾乡下。其实几乎有一半其实都在做景观营造的工作，有一半的金钱都会花在我们现在站上的中兴河道上面。我们期待可以让这个中兴河道可以重见天日啊！外地的人就算不来，可是他也提升了竹东镇民的生活品质。你不再在市场中心有一条很臭的水沟，然后有一个可以很好散步，然后可以在晚上可以出来走一走的一个空间。清出竹东特别的素材，保留本地朴实乡人的小镇风情，提升镇民生活品质係好事情。不過已經有人說，竹東風情小鎮計劃改從貼表面呢。對地方發展嚟講嚇，錢係好事情，有錢來就計劃嚇，是係好事情啦嚇。不過咧，你嘅計劃要對準地方嘅市場嘛。然後政治主觀的事啊，對設計者有生氣氣啦。然後呢，另外一個設計者他也不尊重地方，他只想自己的想法。而這個樣板是樣板，認為就是如此。其實呢。係講，佢對客家文化、對竹東係講冇十分的了解嚟講，佢做出來嘅東西咧，只有表面化。規隻竹東發展嘅問題，比如講，因嘅教育、因嘅交通、因嘅鄉鎮嘅發展，因嘅對隔壁鄉鎮嘅區位發展嘅定位來講，你全部做一隻基本嘅竹東鎮嘅基礎的調查分析。你讓地講根據安樣的問題和分析，你讓就做該那個規劃。你冇分析冇調查，你直接做簡單的規劃，來看唔出佢嘅個價值到主軸。市鄉鎮加為按太條嘅預算落來，講嘅城鄉發展比較遠啦。對地方項來講雖然幾好，不過當真要對最基層來了解地方發展嘅實際需求冇咯，潛到問題到內韓國對症用藥冇。一下政府財政講額度就很棒棒嘅，前係用睇該用嘅素材冇，行卡係愛認真來監督。